嘉义朴子水道头文创园区以前是日本时代宿舍，即马是县城古迹。经营团队原本想讲今年过年要吊白色的挂灯来装塔，不过说互附近的居民批评讲，哪像咧办丧事。白色的高压灯配合日本风格建筑，要互来到这民众感觉到亲像人伫日本同款。嘉义县朴子的水道头文创园区配合旧历过年用白色的高压灯来装塔园区，但是煞互附近的住户感觉真歹吉调。民众的反应就是讲年关要到啦吼，一条路搭吊这个白灯哦，互因的感觉就是讲，那像会办丧事安尼就对啦。我自己也蛮喜欢日式风格的东西啊，所以我可以理解它这种美学啦。所以在我自己看来，我是觉得还 OK， 但是我也能理解说有些群众他可能觉得说，这个白色的好像家里发生不好的事情，这种心情我也是可以理解啦。在地的感觉可能会不是很 OK， 但是如果是外来客的游客，应该看很多文创聚落，倒是觉得还好。朴子的水道头文创园区是日本时代老师甲警察的宿舍，所以内底保留真侪日本风格建筑。园区的经营单位表示，会用白色的高压灯，是希望配合园区的日本建筑，造成民众有无好的感觉，会赶紧来改善。因为国际化的关系嘛，那台湾本身的年轻人也很喜欢这样子，甚至成为一个有名的打卡点。当然呢，我们还是尊重这个在地商家或者在地这个居民的意见，我们会把它拆除掉。原本是希望过年期间有一个无共的气氛，煞互民众感觉歹吉调。园区已经请人甲白色的高压灯拢拆掉。园区表示，美感甲设计规划，各地方拢有无共的接受程度，应该爱尊重在地的感受来做调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